今日姊妹大平安，今日是2026年6月2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以西结书29章第3节到第7节，路加福音11章53节到12章第3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假。圣经的中间常常用无同款的形容来形容词来比喻啦亲像咧讲羊甲各样的人，譬如世间人，或者是讲基督徒甲上帝；火子甲钱譬如做圣神；云条火条，譬如上帝的同在；云彩充满，譬如着上帝的临在。伫圣经的譬如中间用法比较较有两极的用法啦一个是比较较正向的，记载伫马太福音13章33节中间，耶稣基督讲：天国好若亲像面架，有富人摕来放伫即个三斗面内底，直到全团拢发起来。另外一种是负面的。比较较济用安尼来做譬如教导，就是譬如迄个法利赛人的影响力。所以呢，无论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拢咧讲影响力啦或者是好的影响，或者是歹的影响力。以西结书29章第3节到第7节，先知的话提到着埃及的影响力。伫上帝面头前，因实在是无算什么啦至关的上主安尼讲：埃及王，你亲像美丽河里的大海怪，我要甲你作对。你捌讲尼罗河是你的，是你做的，我要用钩来交你的艺作，互河里的鱼卡伫你的篮。我要甲你甲卡伫你的篮的鱼，拢对河里来捡起来。我嘛要甲你甲河里的鱼歇伫旷野，你会死伫野地，无人甲你收生死，无人甲你埋葬。我要互你做地上的野兽，甲空中飞鸟的食物。安尼，所有埃及的子民就知我是上主。上主佮讲：埃及人，你对以色列人讲起来，不过是一支路得管，因用手举伫你拄涂骹，你就必跪，伤着因的肩胛头，因的身躯靠你，你就转去，互因的腰闪着。耶稣基督提醒使徒，毋通受到法利赛人以及经学教师的影响。也是用假物来做譬如，路加福音11章53节到12章的第3节，耶稣对因出来的时，经学教师甲法利赛人就极力甲伊攻击，逼伊讲搁较济话。等伊讲毋得，通来掠伊的话棒。12章第1节。迄时有几若千人客做伙，直到互相吞踏。耶稣就先对伊的门徒讲：着侍奉法利赛派的教，就是假好，无一项看捌会毋显露，嘛无一项秘密会袂互人知。所以恁伫暗中讲的，会伫光明中间互人听着。恁伫房间内耳孔边讲的，会互人伫厝尾顶宣布。简单来讲，耶稣基督的教导甲提醒，就是无受到无好的影响，搁较要正做世界的正向的影响力。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上主啊，求你按耳孔听我，应我。因为我困苦散赤，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为我信靠你，我的上帝啊！
你的仆人我靠你，求你拯救我，主啊，求你怜悯我，因为我规日求叫你，主啊，求你互你的仆人心欢喜，因为我仰望你，对你祈祷。主啊，你良善欢喜赦免，你使丰盛的慈爱，互所有求救的人。上主啊，求你按耳孔听我的祈祷，按落听我恳求的声。我伫患难的日求叫你，因为你会应我。主啊，这的生命无一个会当甲你相比，因的所做嘛袂当甲你比。主啊，你所做的万民拢会来到伫你的面前来膜拜，因会荣耀你的名，因为你伟大做奇妙的事，只有你是上帝。恳求上帝帮助阮会通撇开无好的影响，无论是对伫错误的信仰观，或者是世界错误的价值观，互阮会当诚做正向的影响力来照光伫这个世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